咁你望一望呢一條先，無論喺計數機 program 咧、MC 技巧定係 concept 上呢一條，其實我覺得係最正嘅隨心嚟啊！你望一望會有條直線都可以畫下嘅。嗯，好啊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呢條線咧係負斜率嚟嘅，個 R 咧，哇，真係一個藝術嚟嘅 R 發生嘅位置。我同大家講晒 R 發生嘅位置可以喺邊啊？呢度咧 x 等於零啦，試有個 a over 5啦，咁然之後 which 其實我哋呢個叫 Q 啦，冇所謂，呢個叫 P 啦。y 等於零啦，只要有 a over 2啦，係極度藝術啦。佢竟然話咧個 ortho centre x 坐標係10R 喺 y 軸上面。R 有三個出卷嘅方法，可以咁樣出，可以出直角三角，可以出個 R 喺下面，當然亦都可以出個 R 喺正上方啦。首先粉碎第一個大家諗嘅可能性，R 冇可能係呢一點，因為如果 R 係呢一點嘅話，佢直接係直角三角形，呢個咪兩條高相交咯，隨心咪就零零咯，OK，opposite 咪零零咯。如果個 R 喺呢個位嘅話，OK，好啦，咁啊除咗 R 喺上面。如果啱喺上面嘅話，老友啊，你望下第一條高咁嘅喎，第一條高係咁有咩問題啊？第一條高如果係咁嘅話，你個 ortho centre 係負數嚟嘅，唔會做到十嘅，因為咧無論個 R 喺呢度啦，個 R 喺呢一度啦，定個 R 喺下面咧，呢一張圖佢係 given 有一條高喎，given 咗邊條高啊？嚇，呢條高，只要你有一條邊係 Y 軸嘅話。呢個係你三腳條高線，咁所以呢條咧對我嚟講係頭先嗰條練習卷嘅終極深化版。當然啦，好多兄弟咧，即係好多朋友、好多 channel 教嘅 MC 技巧就個 A 代個數字，就咧去計翻呢兩點，就用答案咧個 R 咧，因為答案係 R 嚟啊嘛，咁啊0-25、0-4嘅04嘅0、24、25咁樣，就撳翻睇 ortho centre 係咪10啦，即係 A 代個數字。我做 A 版嘅分析就話俾你聽，A 有咩數字代得，有咩數字唔代得。O.K.，即係如果你話 A 代個10就得，咁20得唔得？30得唔得咧？係啦，因為可能你會話唔係喎，Sir，即係你 A 代大啲，個三角咪大啲咯，similar 噶嘛，咁你又錯啦。呢個三角形佢出得最好嘅地方係同佢過往咁多條都唔同。過往有 A 有 K 嗰啲，你代大啲，個三角形 similar 咁大啲嘅。呢一個咧，如果你留意個 R 係 fix 咗，得個 A 喐㗎咋。你個 A 代大啲咧，個三角形唔係 similar 噶，呢度唔喐噶。所以點解個 A 戀代都可以計到同一個隨心咧？一陣間就幫助大家。咁而家解釋咗，由於呢個已經係一條高鐵定咗嘅事實，所以第二條高咧只能夠發生喺呢個位置，從而呢一點係10，仲要係10。咁當然你嘅做法就用翻我頭先教律子嗰單嘢啦，就係隔住個 perpendicular foot 乘埋個 slope 等於負1啦。例如呢一點叫0啦，咁呢個 slope 你有噶嘛？係咪負2 over 5啊？咁你就將呢個 slope 乘呢個 slope
等於負一，咁你就可以計到 R 係幾多㗎啦。即係話零減 R，十減零，然後負2/5，咁樣等於負一，你就計到 R 咧，實情係-25嚟嘅。OK 啦，其實個道理係一樣嘅，只不過喺做 substitution MC 技巧嘅時候咧，你會問一個問題就係、咦，點解個 A 任我砌嘅？我而家接下來嗰版就話俾你聽，任你砌嘅原因。好啦，首先咧，你真係要提高 MC 技巧嘅話咧，你要問一個問題就係、個 A 代唔同數字咧對呢個圖嘅影響係乜？頭先你答我 similar 已經錯咗，因為呢點固定啊嘛，佢唔 sim 嘅喎。第二就係、A 咧係代表緊條直線嘅 intercept，即係 A 代越大，條線咪 parallel 平衡咁樣褪越高咯。咁樣平衡咁褪越高，但係 R 唔喐，咪即係呢條邊都喐咯。好啦，譬如你條邊咁樣高咗啦，P 就係呢個位嘅咯喎，咁啊歪咗嘅咯喎。好啦，你要知道係呢個影響對於你代唔同嘅 A 值，咁啊提高翻 MC 同埋咧隨心嘅技巧。好啦，第二啦，就我喺呢度示範俾大家睇，我個 A 即係代一，好唔 OK？你可以計埋下一句，係啦，A 嘅值咧係唔會影響個隨心啊。就算 A 係一，我同你0.2同埋0.5喎，頓角嘅喎，零喺外面嘅喎，點行得通啊呢一單嘢？嗱，其實個原因係咁啦。有冇頭先留意過？我話無論嗰三個形點擺啦，你褪出啲又好，褪入啲都好，呢個一定係高啊，extra，呢個接受到喎，OK 喎，呢個一定係高，好啊。加上你頓角喎，頓角咪頓角咯，因為呢個 slope 係咪頓角都好，佢都只能夠係-2/5啊。嗱，如果呢個係-2/5嘅話，頓角佢得咁短啦，咁10一定係喺佢外面㗎啦。咁當然唔啱比例啦，但係我要畫到0.5同埋10俾你睇咧，唯有咁樣畫，OK 嘛？咁我哋頓角 slope 係-2/5，但係由於呢一點唔喐啦，固定咗啦，咁其實由於呢一點唔喐咧，佢同-2/5垂直嘅位係得一個㗎咋。好，邊一個啊？嗱，唔使揭啦。垂直嘅位得呢個，嗱，你唔使揭翻，唔使揭翻，我示範俾大家睇。如果呢條線褪咗出去嘅話，唔使畫翻，唔使畫翻。呢條線褪咗出去，即係你 A 代大呢個數字，條線褪咗出去，咁阿零 R 點樣同佢垂直啊？係咪駁長啲啊？因為呢兩條線平行噶嘛，咁所以你發覺垂直嗰個位咧，其實同一個嚟噶，係順延出去。所以咧，無論你個三角形幾大都好，有冇發覺黃色嗰條高喐，綠色嗰條高都係喐，因為呢個 slope 固定咗。最緊要係呢個 slope 固定咗，令到條高只能夠永遠都係同一條。咁你兩條高都唔喐咯，係第三條高有喐㗎。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嘅話，第三條高係喐㗎，都係唔使畫啊。呢條點會唔喐啊？唔好玩啦，因為呢條邊由藍色變咗紅色喎，係咪擺個位都唔同咗啊？但係佢都係會通過10，因為另外兩條喐，另外兩條高冇喐過，咁另外兩條高冇一個已經決定咗個隨心，只能夠係10㗎啦。OK 嘛？係啦，咁呢個就係勁高階係啦嘅隨心收養啊！如果你就咁睇 YouTube 解題，呢條淨係得即係話啲 A 係數字嘅，撳完計數機就完咗，或者頭先 M 等於負一，但係呢一條背後考評出卷嗰條友咧係想你完整咁學識隨心噶，呢個褪埋出去之後，沿住呢度繼續垂直，所以垂直嘅位冇變過。就等於我對前度嘅心一樣冇變過。OK，
咁我哋 keep 住呢條高，呢條多10厘，就係一個永遠嘅水深，好戇㗎。